姐，你今天有煮菜哈，啊你手上叮叮当当啊豆东西哦。还香啊！哦，怕等一下吃到黄金哦。哦，那当然要吞下去啊。哦，这个错哦。是不是把冰箱里面有的全部带了？对不对？冰箱有什么就带什么。对呀。鸡皮会出油，所以不用那么多油。我跟你说，鸡皮会疙瘩哦。不要慢慢。哇！你看，我们阿姨姐就是贵妇，看那肉多大对，你仿佛以为看到牛小排。哎，我是小恶魔，来，干妈，来，干妈。哦，还有一个大爷的呀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一边是我这组，一边是我干妈。对，一定要干妈赢。比较大小块哦。熊孩的嘴巴好开朗哦。刚刚意思唔是切的呀，个碎的。会地落去炒熟了哈。啊，切太痛。你想你啊，你快时间到了，我来做它。哦，这样行吗？在家里不能这么爽快哈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韓語手語現中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。我係莊白強。今日同歡迎來到保利亞嘅素材，每週講係你一家之主，T8來到保利哦。嘿哦，大白哦，談到嘅普利，我就是又愛又恨，你知道嘛？因為我嘅東校學嘅香菇，啊，普利嘅香菇係最好食嘅，我挺貴咧。又愛又恨。可是你不是賺很多嗎？哎，但是省吃的部分還會省一下啦。沒有吧？哦，大家等一下吃什麼？好啦，來講到保利亞特別嘅真叫好好留睇起來燒嘅，因為亞特別呢，包括睇起來動作來到有嘅日月潭啊，其實哦，保利亞特別係有動到客家鄉親呢，是非常多的。好，只是我們比較少來到。對啊。下一次要常常來。我常常來，好嗎？好，馬上呢，除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盧俊斌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阿邊個你好？韓語聽我風氣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藝，大家好。你好。來分享到今日嘅潛水站，風吹嘅係表姊妹哦，分享到係慈娟姐藍雨姬。歡迎。好，咱最今日嘅咪係表姊妹哦，風春之樂老鬼子。來，哇，姐妹裝。上來當中親姐妹咁樣啊。其實吼算係啦，感情很好。感情都好吼。來看下，請問一下到保利亞嘅味素，有乜嘅好教好食好料，俾大家來紹介一下。莴筍、茭白筍、啊個小荇酒。哦。保利酒廠嘅小荇酒。啊，好料嘅梨潭。日月潭哦，很多哦。很多。而且都會睇起來總鋪一定會去嘅素菜。嘿。慈娟姐呢？酒廠裡面還有那個酒蛋，绍興冰，用绍興做的。哇，好像都跟酒有關呢。來到埔里好像不得不醉一下。你看他廣東都酒的東西哦，他走在樓台要講一下，還有什麼？绍興酒的那個是埔里酒廠的那個特產，是不是？我們特產是那個百香格跟那個埔里米粉。好啦，咁唔講你睇下其他嘅話，都帶今日來到保利，馬上我來推出T嘅食材係乜嘅呢？馬上來看下咯。好，實實打開嚟俾大家看一下今日第一套主題嘅食材咯。你係莴筍。莴筍，哎，亞嘅有人叫做是美人腿，對不對？你要看嗎？美人腿。看嗎？唔可以看哦，怕傷大家眼睛啊。對。馬上來分享到今日嘅中莴筍嘅牛年，咁樣同貼片咯。哦。按照張雀從太子分享，阿婆你好。你好，你強項呢哦。保利亞特別嘅高筍有冇有名啊？係啊，水好嘅啊，種嘅好食。好啊，你自家就種了莴筍嘛？有啦，好種嘛？唔好因好種。阿婆唔夠啲嘅嗬莴筍啊，你下啲暗布頭做走鋼線。冇走過該款嚟啊，會輪體去啊。哎呀，一下好經過嘅南頭嘅保利亞特別，暗比下時節最強嘅素材就係有種也嘅莴筍嘅素材，全部都鋼線打到講，要加都好多荷包嘅樣較大嘅素材。啊，就因為也特別水當好係冇。水當好食啦。係啊，不過吼，你下已經記哦，按到嘅莴筍啊，佢就已經記嘛嘅嘛。冇嚟嘅就跟他講，
该还民主直接讲美人腿有吗？有啊，你有美人腿哦，看一下表演表演一下。她就是美人，当然有美人腿好啊。像听说还有叫做水笋，系嘛？水笋哦。因为叫细肉嘅水啊，水质要很好，系嘛？水笋啊，吼。啊，今日带来个料理系嘛，嘅大概你本大家看。哎呦，哇，哎，有种妙咪耶！哦，刚才讲嘅泡菜啦，对不对？对，来大家先选。好，来吃吃看哦。哦，该当好些啦，哦，你自家做的吗？嘿，该自家做的，哦，哎，你提这排食到吼，莴笋用泡菜来做呢。嘿嘿嘿，好吃耶！嘿，真好些，哦，水分又较大，嘿，又较甜的。该用三麻就真好些，哎，阿婆，嗯，你下莴笋吼，咩整泡菜嘅这边，它是真正的泡菜，它就是莴笋泡菜啦。嘿嘿嘿，它是怎么做的？切好，啊是滚水烫啊个，啊酱料该酱，泡菜酱能加入去啦酱。加落去，天哪哟，你是小厨神呢。好什么？好食按好食，你也是辣，也没辣，没辣的我。是来啊，辣，你们吃辣的还是不辣的？辣的好吃泡菜好吃的哈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口感。当好事啦。哦，好好谢哦。哦，阿婆，你收到四面八方的瓮头哦。好色，来我们给阿婆好什么？好色！哎，有关系吗？有啦，哦，有啊。好，今日就拿下玻璃安站地位一個無順，叫下來做鐵管嘅料理挑戰咯。屋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，利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一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好，鐵管呢就拿下嘅無順哦，茭白筍美人腿，叫下來做挑戰。肚後呢，我們現場的美女都是美女，都有美人腿。嘿，阿莴筍露出來本大家看對，下。阿娘偉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。好，風吹帶來嘅料理有那麼名誒。莴筍炒肉絲，無順炒肉絲，好，凍合哦。對好，探看一下，咱最今日做嘅料理係乜嘅咧？食菜莴筍。啊，呢個食材其實係插菜啦。食菜無順，八該菜都有啊呢。全副全有。真的，泰港有信心嗎？有。各位美女有信心嗎？有。馬上來進行比賽耶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哦，莎莎開始咯。哇，這真的是不簡單，而且你沒有發現，我們這組真的有美人腿，你看還穿着高跟鞋，是符合主題。好，而且唐貢都玻璃亞島畢業當年還有進行茭白筍的比賽，就是比腿美的。真嘅。我有一次長一家節目就有一個是獲得的，你只會打頭名係嗎？絕對不會是我。太傻，那種腿好長哦。哇，來看，大家看一下他們的腿來。什麼？沒啦，真正的茭白筍、莴筍啊哈。慈娟姐，哎，你老實說，你是不是聽不懂我們講客家話？是啊。好，沒關係。啊姐姐，你今天有煮菜哈？啊你手上叮叮當當暗豆東西呢？還講啊？哦，知道懂什麼，對不對？我怕等一下吃到黃金哦。哦，那當然要吞下去啊。哦，這個錯哦。剛才買個頭兒姐姐。這個甜頭啊。哦。涼油盤呢？哎，我們配色很漂亮，簡直就是彩虹哎。其實你們才是插菜吧？係啊，插菜啊。哎呦，不要生氣，千萬不要。府裡的女生應該都。為什麼那麼大聲？你們這個為什麼那麼大聲啊？係啊，你真的有貴婦的那個口氣。對呀，300也太大聲。對啊。好可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料準備好之後哦，先來做乜嘅？要先做什麼？先牽香，開牽嘅葱頭、蒜頭。有。哎，要給你甜甜的走啊！有在這。狂改片哦。好，等下再回來了哈，就中火而已哦。好。哦，來咯來咯。來咯。哎呦，插菜一喊就金瓜、飯瓜哦。啊？那個南瓜。對對，南瓜。是不是把冰箱裡面以為全部帶了？對不對？冰箱有什麼就帶什麼。對呀。這要幹嘛？這要幹嘛？我要摸快佛，我要開火。是用愛的感應電嗎？我們用愛發電。用愛發電呢？大火。開火。這樣越辣越麼？
可以，不会那么多。好，不你炒，加炒哈。这等一下给你穿烫嘿，你说我还是他？汤。桂圆的，要桂圆。是夹草吗？对。啊，大家看一下清楚哦，记得个插菜冻厉害哦。啊，除了个莴笋系主角之外，来姐姐，让你小解一下，个食材有嘛个？金瓜，嘿，有金瓜，莲子，莲子，鸡肉，葱葱诶，发菜，该嘛个？玉米笋啊，玉米笋，该火味调态么？喂，出过来嘞，蒜头出过来，hello。古河咯，你邊個古河？哎呀，谢你火，听听表他。好，天邊。天的表嘛，哎呀，这个鸡皮会出油，所以不用那么多油。我跟你说，鸡皮会疙瘩了哈。所以唔是按多油啦。我俩滚了，哎，蒜头前面唔会分鸡腐体咯。看要比较小，哇，还不会这样啊。滚起来。蛮快的，可是反瓜嘞，反瓜会先杀锅吗？那个也要南瓜诶，对啊，南瓜这样会熟吗？会。等一下，係咪還有加水啊？係啊，好，係啊。好，那某時用線果去觀察風水，等下走過來。不要嘛哇！你看，我们阿姨姐就是贵妇，看的肉多大对，你仿佛以为看到牛小排了。哎，阿姐，你咪係樹衝啊？老嚟睇我講，最貴嘅牛拿出來，那你没有那麼兇啊！整隻豬給我包下來。係啦，他們家吃的香菇都是1斤9千的呢。好诱人哦！貓羊。哪一個哦？我會用嘴巴取。啊，你都敢吃嗎？感冒。先白牛白不已出香以後，然後嘞，然後讓冰莴筍，而且安允鸡坤友就是贵气逼人，你平常在家里应该不是煮吧？那當然就煮啊吃咖些了。煮自己吃哦。啊，你的孫子那些嘞？他們都是去外面做。走事情了，走些了哈。會不會太大火？啊，我先。哎，紫娟姐，你们的猪肉怎么看起来那么像牛小排啊？哦，我们是特选的猪肉。哦。啊，紫娟姐，你会讲哪些客家话吗？还有会讲什么？董河雪。哦，这个。这个有算。你们係咪係漢語加用 U 啊？梗係係。用 U 梗係啊。梗係係。哦。等一下。還有冰水嗎？用水的哈，來，水。不要太多。好。啊，不你小煨一下。哎，你有過去看下咱片哦。好。好。哎，蓮子不用客氣啦。客氣咯。蓮子它裡面的那個心有那天嗎？有。哦，有那。他們的嘴很挑哦。因為要把我腐啦。係啊。應該蓮子係即家煮嘅啊，上落去煮嘅啊，係嗎？佢有煮過啊？哦，係有煮過。我是等下會硬硬嘅。對，已經煮過。所以愛吃差不多咧係啊，啊有調味嗎？調味，有加鹽嗎？有，剛才有。好的意思是好啊，好，我在讀書咧係冇？剛好啦，剛好。啊，嘅槍包出來落去炒用吧。好，啊時間差唔多咯哈。好，可以的。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來吃吃看下 T 管底度奈布卡米西靠好食嘞。好，兩個人用莴筍做出的料理啊，當然就塞得落去就會擁有美人味。好。我們安允記號 V 條從節目給當一對對空啊節目，這說我聲音很好聽哎。哈，安矮嘞。按當然到。他猶豫了。他猶豫了。按飛。他跟說他懂演。對。啊，因為是調味冇，來，乾媽來。幹嘛？哦，還有一個大爺的呀。做的是的哈。哎，沒走的。走的是看啊。怎麼樣？你乾媽煮的？哦喲，安一定安不會煮哦。有羊哈。嘿哦。好好吃，好吃耶！吃，覺得嘞？
好吃啊。你不是会讲那个客家话吗？哦，哎，东河西。啊，刘莎姐姐走在蹦基风水哈，讲评一下，你觉得呢？埔里的那个茭白笋很脆，很好吃。冻菜，冻菜，安尼主要一回事。你好，我刚刚看到哈，哎呦这么厚，要么地不毒会摸手，要么就是太老，哎结果不会呢。而且人家的某发现的，我们的形状都会用太色。还有阿不会切的，马上切的呀。是谁切的？我切的。我干嘛切的？接下来你主那慈娟姐主要负责的角色是油啦、水啦，小帮手，而且她有美人腿。对啊，请看，两下完全还烂脆的哈。哎，你还就加莲子哦。好，太搞有姿势看到哦。好。一菜一汤。好吃。慈娟姐吃豆娘白，很好吃。他们的好吃，我们的也很好吃。就总好吃的。都合适。你特别喜欢吃它的哪一个菜色？莲子、南瓜是。阿女几吃哦？梅水油，啊，cái莲子嘛，油面也好吃哈，评价很高哦。哎，动好学了，自己讲一下。主料吼是东洋，肉嘛又实啊，个又香。我今天加个金瓜啊，还有个爆色笋啊，还有莲子啊，都增加这个两头出来个香味，动好学。养生啊。对。好，叮咚的时间又会多留，马上来评分呢，先向鲁师傅抢分数。唔怕，等下看下亲友凤七师傅。叮咚。好，阿兵哥先来公平哈。这两片梅头村以后是两片吼，是都有只香梅叫呼叫粉的香梅，还有去水梅又变了香脆到七千三又。豆一只个香梅啊，其实两面客家香味，冻青天，但是豆一只香梅啊面。可是 Andy 就大概下讲的那个黄豆瓣酱可能那边还好啦吼，其实不敢讲嘞。要不两片张的想法了，该加到冻做冻起，该一直食甲顶甲痛的时间有啊，佢有该各种味道是有该梅头啦。安看了放挂是都有熟哦，那这么短时间之内佢有熟哦，吼。安摸不两片想法系啱嘅想法吼，佢加9成7千3，切油落去炒过，跟梅头又会更加的出来，好好安用嘅啦。溜水每一类吼，不用到淡薄是好的啦吼。我们是真差短用一点。可以了，用主都表现都懂好哦，好，而且有练习有差，对，都不卡有钱的好好准备。不过呢，一毕业今日来看啦，阿斌师傅呢会拿下个无顺，变出嘛个太假设的，我有讲嘅料理搞太搞。总铺素卤菜。啊，又到位料理的时间咯，观众朋友请好学习呗哈。今日卢师傅带来菜名系嘛个？莴笋香芥叶。莴笋香鸡翅，是把莴笋空到给一滴度。嘿。什么？鸡翅按谁炸呢？系啊，最主要係講愛你芥葉等下會去骨，會去骨的部分哈，你講佢提節好。去完骨還是完整的？完整的，完整的。變魔術嗎？啊，就而且因為那個食到呀，天天刮嘅骨頭咧度，天天嘅濃，天天嘅濃，好提節。一定要3節次嘛，第一節弄下來，到凍降嘅時節未有兩支骨頭，好未係天天都天天刮落去，骨頭拆出來啊！你先小改一下食材，等一下我們現場示範剝骨頭可以嗎？等一下要動作事情等一下沒，要買個食材撈大家講。這了有咧，下邊香菇，我們不離咧香菇嘛，好咧最主要嘅莴筍，講到香菇，了係唔係整股米酒？嘿，嗰陣我睇家，因為整水嘅話梅頭會焦體嘛，吼，所以就咧整米酒到水，配等向下整，因為好香，還有盤，好等下我哋會做一隻莴筍嘅炒盤，然後放到芥葉底位度去。好。啊，放到芥葉底度講係要用剪的，要用剖的。我用剖的。啊，芥底位度剖得到哦。剖得到啊，剖得到啊。剛才師傅就講啊，該香菇哦，整個米酒係最香的。這個是埔里香菇哦。香菇放太少了。香菇放太少。貴婦說話了，貴婦說話了。香很香很少。沒有。
因为可能的东西不用慢配啊，配比啦。他们家吃的香菇都是1斤9000的呢。猫羊。他们都又长当去像阿鱼干妈个哈那啦。走的哈。走的。哦，盘。哦，你係浪盤係嗎？係浪盤。我觉得最难的行还要抬头给骨头，因为卖鸡肉的绝对不会帮我做这件事。没有。要用敷吊盆，一直让。只有去过骨鸡腿，没有去骨鸡。马干米啦。一半的米去走对了，像鸡哦，它就是要用那种日本的上好米。月光米嘛哈。哦，又人也冇人。营养为地脑。哦，嗰啲行業唔好嚇，未撈因納米啊。撈你做得好。好，看一下，家下師傅去黐啲下嘅頭油哦。頭油。哦，要香嗬。哦，要葱花。香菇啊，香菇香起來咧。其實就係從炒盤啊，嗬，雞翅啲味道嘅炒盤，看因為後上買嘅炒盤啊。哦，炒盤。你豆腐蝦哦，我係建議大家家你弄好嘅盤哦，係冰冷落啊，冰冷落長落一度嘅介是低味度啦。冇係像嗰啲樣現沖了處理好嘅時，馬上是會破，冇了少嘅東西讓到上嘅東西冰上下，當會白菜這樣。哦。哎，你們有人會去雞骨嗎？雞翅？會嗎？愛曉得了，曉得了，好。愛不哦，我會用嘴巴去骨。啊，你都敢食嗎？敢哦。敢不你選？細個咧敢食咯。好，來盤甜甜的黏。像這個空盤嘅西這就蠻技巧嗎？就是甜甜的筋啊，因為怕爆掉呢。哎，等一下鋪蓋西這它會膨脹嗎？我有豆沙都會膨脹，所以一開始咪做唔得黏到甜到。哇！好，然後你盤上控到低味度。好，你這好愛你拿嚟壓出個好，搞半句。啊，愛弟嘞，今天做嘛該不會做兩頭料理，因為你也在做一個美人腿，對不對？美人腿。哦，它是翅膀哎。它的腿可以飛。哦，即係從樣因，用定下嘅時就用鋪嘅樣因。啊，低味度嘅盤會落出來哈。唔會啊，唔會啦。你們剛剛閉眼睛的瞬間，師傅就做好，就這麼多的。對啊，你們太愛打嘴鼓了。等到中油溫時候咧，因為姜佢嘅介就唔會熟，所以做唔得一開始用大火。該低味度全會熟嘅東西啦，哈。但是冇味最主要嘅介就幫佢熟。哦，龍船，這個是鐵達尼號吧？對，鐵達尼號。鐵達尼。像雞翼要先滷過嗎？小哥邊啲挑梅從嗰啲啲胡椒粉、然糯米酒，然後跟小哥醃下咗咧。最主要嘅咪係去腥啦。啊，有變色就做得嚟嗎？才能泡粉機要上色咗得咧。做得本薯泡粉嗎？未做得換啲粉啦。哦，這樣雞皮更好吃。冇成日要嘅做法係，撈佢做好嘅時，就喺冰度變相度從開跳盤上來，不給到水分去除掉，去除掉嘅時間，要係鋪一些梅皮糟糟就很好嘅切，冇成梅皮嘅弄掉嘅麥芽水，從嗰啲烤鴨嗰種樣嘅方式。好起來顯得凍漿誒。先爆先鋪哦，好絲毫不會裂開來啊。那你等下本太的時間1、3、2嗎？冇，我要切一下，差不多切一下。好，你還會考驗一下吼，盧師傅要降燒嗎？來。對。降燒哦。唔會啦，偏鋪呢？哇！有像糯米腸凍漿哎。啊，唔是溫漿嗎？唔是，我應該買啲胡椒粉就做得嘞。啊，像伊咧下爆紅豆東西，佢雪得到冇順間梅西嘛？雪到啊，你說應該切個一塊一塊樣嘅啦。你還得上什麼？香啦，香啊，高香。哎呀，嗰時就嘛個節慶啦吼，就擰下來度嘅木卡吼，做兩頭就半幾錢，搶半幾錢。都有生意。睇下個結嚟咧。
这个摆盘装饰一下。漂亮，稍微看起来不会这么油腻。那记得系肉线通过吼，我该会送的吼。上来，要装饰一下。哇！好，点起来问他可以嗨。保存上盖日。按钮就后生喽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一边是我这组，一边是我干妈。一定要干妈赢。哎呦，本来就没错啊。哎，你们很喜欢乱叫呢，你脚又被踩到了。哇！搞笑死嘞！而且，对啊，骨头又让来出体嘞。这个分量应该是赌猴哎哦，分着吃啊。啊 ，Timo 还有养吗？哦呀，是啊，因为练习那么久。哎呀，总的 SOP 来一下。好，也考大家了问题哦。保存除了做的哪类是含有马钙利用的价值 ？A 作为造纸原料 ，B 作为清洁原料。谁是猜拳王？来，好，第一节一定要拍。来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一边是我这组，一边是我干妈。一定要干妈赢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接到就先钱，你让你先钱啊，先钱啊。好了，再来。要不然等一下。确定啊？确定。确定啊？哎你是走鸡哦？哎，它纤维这么多吗？好，练到。有纤维很多。那我们只能选 B 了。好，看下吼，都在答案系拿着哦 A， 那你呢？也系 B 咧，蒋公埔。答案是 A。哦。好，跟眼睛系嘛解？保存哈，砸下来些留下来冻到的了热饼啊，吼，曾造成啊普利了岛啊环保上的一台压力啦，吼，遐片的手机冲啊，吼，是拿来起哦，老美的保存后作为纸浆原料，好来进行废物再利用，按新共走行纸品啊，变到了到普利最有特色的手工纸。哦，叶哈吧，它的壳啦，哦，不是它本身呐，哈。啊，排泄了干嘛？哈，排泄，啊，你要穿过去咯，哈。哎呦，这样你们吃不完吧？剩不了吧？我的妈！啊，刚才妹就讲，树感应走在雪干这个小小边的，要不要？你不要再认他当干儿子，跟某用哎，某用。徐梦，真的不要分我们吃吗？做第四个哈。哎，排泄了哈，跟睫毛会公平了哈。我生皮哈，看解饭又香么？冻香又是吗？一边吃一边品，好好吃啊！哦，这种，用饭好食，讲本太加汤。也无笋吼，嘛一样，该解皮啊吼，个冻度好鲜，嘛唔会呛熟啊吼，嘛肚吼，肚好吃的，懂好吃哦。啊，春如姐觉得嘞？这个皮脆脆的，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有创意。有创意。其实它公凉白很好吃嘞，因为哦，这外皮哦虽然又破果，很油油的，莫个地白度哦，又加莴笋啊，它就葱啊，很解腻，紧紧好食。全部吃完嘞，淀当粉。然啦，我地接的还师傅啊，系冇？我想博谦的健身教练应该有很多的吸啦。哎，总得好。假使要莫减肥哦，我贵番食落去哦。姐姐，排泄了哈。我最后再给你。用心啦，很干妈哎，对。啊，干妈排泄了哈，我给你致命的一击。来，你讲一下，你讲一下。cái bò niu哦，到cái chảo ba xuân，又加cái香菇落去，哦，cái梅頭時常cái做cái油飯的感覺，cái芝士又落去火過佢有層次感就出來，啊，cái 比是到切切安樣樣吼，都好食。
啊，你俩下后咱是溜到哪道啦？溜落人家探人家探，唔怕你转你去甲吃做看呐，请大家来说，好冇？好。好，刚刚头前咧一毕业咯，大家我的沙地鼓来变啊咯，水杯米馆来决定胜负诶，马上就来进行水杯米馆挑战咯。我是太宗普，两嘴运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指定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顺序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撒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真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係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又到係料理接力賽時間咯，最緊張因為係水杯米館嘅，先看一下菜色係乜嘅。咕老肉，哦，咕老肉，呢個煙來係乜嘅？知嘛？啱啲嘅，你有講可能啊？哦，咕老係因為它原本嘅名係按照咕嚕肉啦，哦，但滷汁做的一種長久，它這樣重複反覆使用咕嚕肉。哦，好，馬上來猜先。好，我確你不想要哪一個？啱係啊。因為你下就肉啦，所以假使我先繞個1號手貼，你就可以逃過。好，所以我想要1號。那你直接拿1號。好，1號讓我看一下哈。啱啱手做得啦。好，高不急，好，感應呢？好了，1、2、3，哎呦！哎，你去跳舞睇嗎？冇啦，冇跳狂，你問佢到正經冇跳狂。我現在給你。麻煩你，這樣你是只有你的那就這個了哈。1、2、3。聽你的，好，走的。馬上就來進行水杯米館挑戰嘍！料理接力賽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哦喲，上坡前呢，兩下吼就是逃避現實。係啊。來去看看好，他。我都狂記掉。哦，啊，你不是要切豬講是肉？講會切肉，啊，你不是要切豬這個切肉？多啲。我要，我先切幾個，差不多夠來快睇。點！快夾夾。因為我們這個咕老肉哈，對，所以你要他們叫切一塊一塊，對不對？三角形哈，菱形哈。哎，對，菱形。你要不要同台嗎？好，唔係啦。好，會，這樣。規矩按用。但是大小會拖塊累你哦，呢。三角啦，三角。你這大小塊哦，像俺的嘴巴好抬啦哈。平常你是不是切的那個貴的？貴地落去炒熟了哈我。們會等到你切完豬肉第一關時間才會結束哦。哈，對啊。好，潘呢，好，拍攝，拍攝。什麼？唔係哦。好啦，你要盡量當上看愛切樣係嗎？哦。誒，冇事，等下你要掌握一個時間，我會來切。好。誒，你三角嘅啊？那個三角形啊。跳下梗係菱形，菱形，你係三角。哦，全部改變做三角形咧。哦，三角。我們先過去。好，我講改變我咧。喂，我們那邊用一個爐後呀，用乜爐？蒜頭、胡椒粉、豆油、鹹豆油、爐後冰3度半點鐘，將落去炒粉，將落去煎。用半夜外邊半點鐘呢？安尼較穩一梅啊！哦，你係重點哈。真的，你們看一下，這已經是比賽等級了吧？還有兩呢，兩那個字力啊。哇，係啊。還有刻字啊！這有時間哦，夾夾哦哈。夾夾啊！時間點會切，看起來舒服多，跟我們剛才那邊看的冇同樣。冇共用。我幫你好，我們等下過去，我們過去了哈。好，等下過來好。我們已經開始滷哎。哎，剛才講那個動力還有個動勢啊。你沒有看到啊？摸啊！我只是覺得有錢能使鬼推磨。快點切啦！哎，你兩下走用吧平時路線啊哈。哎呦！完全沒錯哦。哎，你們很喜歡亂叫呢，你腳又被踩到了。我們從台地方整哎呦！等下我現在太大隻，沒有辦法熟啊。等下還要切啊。你要不要聽一下你隊員怎麼講？薄一點，切對半啊，薄一點。我們等一下會再切過呢。好，黑啦。你等下是用粒的，它是需要薄一點。你要這麼薄哦？好，剛才來準備哦，好，哈。第二棒哦哈。聽一撒走了。啊，硬肉會滷過嗎？硬肉會滷過嗎？哦。姜嗎？係啊。好，
哎，婷婷切了，我们再狂改片哦哈。好，你要先切好嘞啊！好嘞。对，而且你有没有看到我们那个，哎，那个你的眼前，哇，阿哥，给。干妈的梁你切的啊？什么干妈？你现在已经不是他干妈了。是吗？这是你切的吗？不是我切的，我也会切的，但是我自己。哦，既然不是你切的，那我应该带过去的拿啊。过来。干爹好，牛耳粥 ，Hello。你们刚刚加下去的是什么？条哎，嘿，个粉种下来倒落去。种哈，全部吗？确定？嘿，种下倒落去。不会太多。不会。干嘛个粉啊？面粉。哦，面粉啊，要用表面粉啊，表嘛个软啊，软的啊。看要用口味吗？系啊。好。用咩表解软波？为什么降温了？谁按的？辣的啦，也有辣的。梗係重新歸湯哦。你睇湯。你出嚟啊！可以时间到了，我来做吗？不行吗？手不能动。好了，这不行吗？不行，好了，那太厚吗？不会啦，不会，好了。哦，哎呦，怎么了吗？这样怎么了吗？这样很厚吗？弄一点点水啦。还要水啊？不要啦，薄哦。民主妹做用炒的，啊泡不宜泡妹做的。好，系啦，要不要？安好吗？好，安做的吗？好。那他在这，走开。好，那梦时要用线狗一块。拜拜。在家里不能这么爽快哈。对。哦，你亮笑哦，你也录视频。好好吃哦。他全开了。你有吃啲炒的酱就是卤狗。啊，就入粉吗？粉啊？没有粉，没有。干煎啊？对呀，如果你要炸就要用粉，没有炸，你用粉太硬了，肉菜会太硬了。哦。那这个不要太熟哦。哈？这猪肉怎么不？应该意思讲，因为你还要二炒，因为不用哦，再过来就因为好。它这样不会吸汁哦，要入味哦。哎，我知道。好。好，然后已经夹3块啦，3块好吗？哪个？哔哔。我怕我偏心，那边叫干妈，这边平头不行。还有嘛个东西来表？还有包两片表嘛改嘞，两片表嘛改。这个。哦，添酱切到个红酱度，哦，很切的啊。哎呦，厉害哦，好厉害。哎，我家己就是水嘛。本机会响起来。好。好，先本机炒本机响落。哦，要好汤，好用。哎，妈妈，梦子安用，你两边一起来试试看好不好？来。在家里不能这么爽快哈。对。哎，婷婷炒嗰啲狂雞片咯，嗬，嗰啲狂雞片咯。我聲音哦。鐵板燒。嗰啲狂雞片咯。雞好好倒落去的。来，全部吗九层那个拿起来，这个要不要过油就好？先去炒就好了，好，炒一炒就好了。一隻慢火嚟啦，呢啲水嚟。你要切个細的瓜切到紅好款，我該添椒用未切到紅用呢？提沙沙，我马上了。那个3、2、1，来，继续做。干妈玩意嘞？玩意啦。有一些有先下去的时间要看好哦。那边。哦。哎呦，哔，你走。啊！来，这个太危险了，来放下。那个要炒一炒啊，这个缓一缓。现在只有阿姨姐能做。这个。给观众傻眼。两毛。阿姨姐，你要去佛拉喽。啊，头发做炒过吗？头发做来啦。放中间炒，中间。好，炒一下，让它热一下。你要温度会调大吗？你要不会。哎，先不给炒一下，让它炒一下。哦，去佛拉了。我来。哎，他的烤焦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让阿姨姐这么忙吗？哔，她才能体谅你刚才有多么没空，对不对？摸憨。哎，一次一个做，番茄酱，快点。去佛拉了。炒就要烤
哎，你怎么在挺通哎，哦不？是一次一个人做哦。对啊，一三一四，我在叫来叫去，很好吃哦。惨咯。我跟你讲，结束以后呢，他可以也会说，可以的可以的来今年董不看好走贵妇，莫错了嘞。变得那个这边是小三做的，不会的，顾那个，不会的，那个还没。你并嘴并嘴，痛去病么？痛啊！通嘞通嘞，痛伤痛痛去病么？教了教了，后面会超过，哎，总代表，总代表，哎呦，总代表，天哪，漂亮一三一来，一三一。不行，那也会有了。哦，来，我们先让姐姐调一下，冷静一下调一下，来来冷静，，要对很改变。试味道，试味道。来，姐姐他们的酱哈，哎，先挑好嘞，然后大家讲下，你哋地杯毒就干嘛嘅？来，预备起，加迄豆瓣酱，番茄跟那酱，番茄酱，哦，蒜石头通，痛病吗？通芒饼，啊，爱病啊，唔爱病。汤的俩点，你也通又饼吗？有放一点点，放一点点，啊，再一点点。够吗？不要放那么甜啦，啊，让他们没时间啦，长一长啊。素味道，素味道。他等下试试看，嘿，他等下这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哎，试试看。啊，试看来哈，好咸，试很有试看，咸哦。不要穷好吗？可以，可以一定。要糖醋的感觉哦。啊，那里面有醋吗？有，还有尬嘞尬嘞，好好好，不要太等一下我会加，糖够哈。哎，好，糖好像好，我们来狂改片好吗？好，哇，好漂亮！你们的好漂亮哦。啊有汤匙吗？我们为什么没有汤匙？啊，我做有啊菜，，刚才在那边弄到那个。哦，你亮笑哦，你也录视裂开了，哎呦，好了，好了哈，可以倒盘了哈。可以可以了可以。关掉那我们要倒数了，七、六、 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就来吃看下最杯米馆地度，那部卡米西张海烈太重谱嘞。哇，今日真嘅厉害了，你个古老咯，两部卡呢就做到完全冇 Q 哟。嘿看一下我们的胸摊照，喜临门呢。对，哎呦，你要不要试试看。好，来来，我炸的。啊，因为我是该冻好看个先来挂吗？你挂冇应该是咯。你做这事啦？哦，很香哦。我被收服了，好好吃。哇，干妈一汉本来在双喜临门哦。好好吃，好好吃哦！哦，怎蜜么头冻那么好吃？沾的，好吃的不得了。真的，这菜很好吃。对啊。嗯又个 Q，嗯，啊，慈娟姐，你喊记得哦，好吃有慢讲。好吃，哎怎么讲好吃的，好吃，好吃。好吃的，好吃的。啊，哎，你刘莎姐姐觉得他们做的嘞？也用腐的啊吼，啊香啦，好好吃，很好吃。哎，哎，啊，春如姐嘞，好吃，好吃的不得了。哎，好吃的不得了。如果咱随便动厉害哦，大家有食看吗？那个福好吃吗？哎，这是喜，好吃吗？两美福啊。冻好看哦。哦，莎莎拢是咱水的哦。好，哎，你个古老肉吼，还有个头瓣酱吼。嗯，好，大家有吃看哦。完全没恐龙。可是你又没懂论呢。没有。我们听听看，安源鸡是用南吹做用版，好吃的，好吃的。比较起来咧，你是有它淡掉的。它淡的味吼。慈萱姐，你觉得呢？蓝队做的怎么样？好吃啊！啊，我们得更好吃。更好。啊，自家讲一下。有入味嘅味啦，哎，按酸甜啊吼，全都啊好啦，嘿哎啦，还有牡丹强是蒜条嘛，还有食到头瓣酱的，这个辣辣哈。啊，春如姐这个吃到嘞。也好吃了，都一样好吃了。她说都一样好吃，那记得一哦，谢谢。冇叫我嘅做法，因為你要蒲糕，加冇蒲糕，唔講用咩係，或者咩凍丸呢？米湯咩凍好好。好，
紧张的时间马上就到了，先来请卢师傅抢本分数。哦，蓝水，吼吼吼！你下看下亲友风师傅。哦，来抢公平一下卢师傅。迄个一片咯，但是梅土上啊，伊个辣椒拢都变到冲辣去咧。哦，还有为了切太咸呢，还有虽然讲笋头饼的东西冻酱，但是了真会送的。因为摆盘东西会熟的迄个就是来去系用辣豆瓣，辣土抹上一半辣椒按辣，或者像个顺天样去，还有因为有了香菜，你香菜要搅落去。这有搅落去，这咁香水嘅梅头很好嘅加分。较香哈，七师傅咧。哦，应该袂本两片啊，佢个牛肉甲酱汁跳到嘟好，哦，要么本两片是正常讲，佢个酱汁用，我系上爱讲哦，个番茄酱面做得好多掉，啊，汤做得太炒一下，炒一下，哦，是好好，好是按用音。原来系安呢。好啦，干牛用煮煮糖豆做能摆做很较好的蔬菜哈。嘿哦，下一次可以。今天的冻好些啦，难怪会偏瘦啦。真的哦，今日嘅比赛成绩已经出来嘅，2水都会得到2分，恭喜平手。恭喜！来，风水得到1000元嘅加菜金，恭喜哦！恭喜哦！啊，咱水妹做得到2500块嘅加菜金哦。哇，那多天是冇平庸啊！请欢喜，皆大欢喜，利用主都黑听呀。先来抢安远记以后，B 调儿童节目，把我们的节目全部都看完了。并啊，妈妈很看忠实哎，100多集。对耶，没有看到100多集啦。哦，看太多啦。太多诶，会消化不良。爱看1度啦。1度。好，安远记老太分享一下了解参加心得。当欢喜有安尼现的个机会吼，心情以后有也安尼个节目来当欢喜。你拜二过来参加吗？哎，佢真认同听呢，佢刚刚休息空档，佢笑得多大声。嘿哟，佢刚刚煮出的时间，佢欢喜啊。冇声音，还秀到干儿子嘞哦。不要，他也不要了。恭喜！子娟姐，向你老太太分享一下今天参加心得。很高兴来参加这个节目，我会介绍很多朋友，通通来观赏这个这个节目。我们节目名字叫什么？一家之主。但想我很朋友来看哦，他会到 Andy 嘅粉丝专业一家之主按赞。哦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你下问下，你想嘛？你有按赞吗？有哈。当欢喜啊！贵人姐老大家讲一下，今日来参加嘅感想。今日来参加这一家之主哈，当欢喜。来了吼，再做了煮菜，一个好一个技术，师傅就教我一道。厉害！你看叫哦，他记得了节目的名呢吼。啊，春如姐嘞，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参加的心得，来。我非常的高兴，哈，可以跟他们一起在这边哈，这样就好了。这就好了。我意思讲个钱吼，分贵人姐咪好啦吼。冇分期啊。好啦，留下等一下学东西，一起请客好不好？恭喜！好，今日真当欢喜哦！第一摆来到保利啊，大卫就做石头按赞掉，各位姐姐做为料理，真的都当好食了，而且呢，马上一出手，2组都是平分，而且呢，连师傅都觉得懂难评，因为都懂赞掉。系啊，真经冻难得咯，做咧到难挑了到蔬菜，看到冻到冻袂煮菜嘅妈妈，所以无论你系带到台湾来到嘅囡仔，所欢迎大家日日来报名参加哦。冇错哦，一家之主等等睇起家，叫下来参加，一家之主，你和你拜再见，拜拜。